云林西里福田宫的社口马，是为家己破主的配田宫分灵到西里来守护地方，到达已经300多年了。为着5月初4到5月初7的拜祖进香的活动，福田宫特别举办骑马宴，开100道，宴请到友宫甲信众，祈求绕境顺利平安。骑马宴是庙方为着甲进香的消息通知予友宫和信徒知影，所以特别举办的活动。即天西里福田宫全163道，邀请各地宫庙做伙来斗热闹。起面就是先慰劳咱这个团队甲友工，来甲恁这首词甲恁讲。西里福田宫社口马是为破主配田宫分灵来起，到即摆已经有310年时间。今年会伫咧5月初4到5月初7，拢总有4天的行程进香。我们这一次在进香活动有举办了一个灯火相传、福兔亮香路的一个活动。4月23日下昼9点，伫咧破主配田宫和西里福田宫拢有发歌中，希望囡仔伫咧5月初6摕到戏做伙来接驾，嘛希望借这摆活动会让同齐来了解庙的文化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